针对 COP30，今仔环境部长彭启明是强调讲，明年开始，咱国碳排大户就要开始纳碳费咯。环境部预告讲，明年碳费的收入大约是40亿到45亿。部长今仔嘛讲，等下甲经济部协商，若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的企业，碳费是会当拍折。嘛强调讲，气候治理方面会来甲友邦合作。 伫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30，伫即群结束。听讲环境部长彭启明有去巴西参加相关活动，搁在访问友邦巴拉圭了，才转来台湾。彭启明二是伫立法院报告台湾气候治理方向时阵，有证实即件代志，强调以后会甲友邦合作，找更加好的解决方案。 我在民间的时候参加了11次的气候会议，那我都是用 NGO 的名义参与。我变了环境部长之后，我应该要坐在里面这个跟各个国的谈判代表开到最后一天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台湾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参加。严过立委批评峰会期间，国际 NGO 团体所公布的气候变迁绩效指标 CCPI， 台湾排第59名，算是正歹的后段班，要安怎改进？你可不可以简短的讲一下？ 你认为它的评比为什么对台湾不太公平？他把我们跟韩国跟日本都打得特别低，凭这些东西，你的排碳量一直持续在增加，我们持续往下减，可是在它的这个指标分数里面完全表现不出来。立委也关心李小丁族群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，新年度的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，当时的纳入李小加适合族群。如果你们只能一直在盘点的话，那 我们就担心新一期的行动方案一定要补这个结构性的缺口啦。明年115年就要准备116年的新的计划，所以明年我们就会尝试一些额少的相关的一个讨论，然后把这个宗旨、这个利害关系人都把它找到。 因为自明年开始，排碳大户就要纳碳费。环境部评估第一年的碳费收入大约是40到45亿。对此，彭启明强调，怎么正伫咧甲经济部协商，好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企业碳费会当拍折，也强调峰会了后会甲台湾的减碳、甲国际机制连做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